到2020年6月20日，三个教会主日礼拜。咱伫今仔日讲到题目是选择上帝福祉，也是刑罚。选择上帝福祉，也是刑罚。咱要看要睇圣经节是伫利未记26章40节到46节。利未记26章40节到46节，咱做伙来读。因要认家己的罪，甲因祖公的罪，就是因所干犯我的罪，搁认家己行代志反对我，所以我行代志反对因，带因到对立的地。迄时因无受割礼的心，若有谦卑，甘愿受罪的刑罚。我要纪念我甲雅各所立的约，我要纪念我甲以撒所立的约，我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也要纪念这个地。这个地，互因离开，得着享受伊的安息伫伊下方，因无伫地的时，搁因甘愿受罪的刑罚，因为因弃杀我的法度，心内厌恶我的律例。我也要为着因的缘故纪念我甲因的祖公所立的约，就是我伫异邦人的面前带因出来入地的，要做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这个律例、法度、教示，就是耶和华伫伊本身甲以色列人的中间，伫神山托摩西所立的。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咱做伙来祈祷。来，主，阮伫你面前献上祈祷感谢，互阮搁安然经过一礼拜，也将即个新的安息主日赏赐互阮。互阮虽然因为即个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关系，无法度伫教会大家组织做礼拜。总是阮也会当伫即个科技的时代，用伫网络线顶的方式分线来守主日。愿主你有缘看顾帮赞，伫阮今仔日所要对你领受圣经宝贵的话语，愿献上祈祷，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今日甲咱分享的主题是选择上帝福祉，也是刑罚。选择上帝福祉，也是刑罚。兄弟，大家平安。欢迎你做伙伫即个线顶来同守主日礼拜。这是咱第五届，因为中国武汉肺炎的缘故，伫线顶做伙来守主日做礼拜。透过看影片来听讲道。无论你现在是伫厝里，还是伫其他的场所，当咱同心敬拜上帝，也拢是咧守主日做礼拜，咧领受上帝的话语、祝福甲赐恳。感谢主，伫过去的一礼拜久，咱的政府也优先甲85岁以上遮的士大人，也是讲有即个重病的患者甲志工做第一支的预防射。也美国关站甲咱国所买到的这疫苗，嘛陆陆续续要入来，而且伫即几天咱嘛有听到，伫咱的国内即个感染的人数也拢已经控制无超过200个人。咱也期待第三级的警戒会当早一日降级，互这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袂当开业工作的人，也当有小可喘气，通好食头路做生意。也求主医治帮赞，互这个全球性的武汉肺炎早一日得到控制甲消灭。这礼拜主日讲到圣经的进度是利未记26章，这章主要是咧讲遵行上帝的诫命律例。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若是弃杀上帝的诫命律例，会受上帝的审判甲刑罚。这部分咱伫以后
申命记28章到30章，会阁进一步来读到。早起即个讲道题目主题甲重点是咧讲到讲，选择上帝的福祉，也是刑罚。其实自创世纪有讲到咱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人类就不断伫选择福祉也是刑罚的中间，不断伫做即个选择。到伫今仔日，也到伫世界的终末，伫启示录所咧讲迄个新天新地实现的时为止，咱人拢爱对是毋是咱要遵趁上帝的戒律来做选择的回应。伫西方有一个叫做插头囡仔皮诺丘，中文翻译做小木偶的即个动画故事。这个故事真出名。故事讲到就讲，有一个做肉的老师傅，伊有得到一块真特殊的茶，伊就甲伊去做一身插头囡仔，佮甲即个插头囡仔号一个名叫做皮诺丘，放伫厝边，甲家己来做伴。为五即个即身插头囡仔竟然煞家己有性命会振动，佮会讲话。老师傅就真欢喜，甲即个插头囡仔当作是家己的囝在疼惜，也送伊去读册受教育。即个插头囡仔皮诺丘，伊一心一意，伊想要变做一个真正有血有肉的人。总是仙女也提醒，甲伊警告讲，伊若讲白菜话无老实，伊的鼻仔就会变长，搁再变长。即身善良，毋过毋捌世事代志的皮诺丘，互人拐骗，互人卖。伊鼻仔也因为无老实，变成做长，搁变做长几两摆。总是伊悔改真多，一再得到原谅。到伫落尾，皮诺丘也变成做是一个真正人类的囡仔。这个故事是真受一个父母甲囡仔介意的囡仔故事。伊讲到着诚实、纯真、善良、正直，才会是受到鼓励奖赏。若是歹心操心，搁爱讲白贼，是会受到刑罚制止。这个是普世的价值。插头囡仔皮诺丘的故事，讲伊不断伫好歹、老实也是讲白贼的中间咧做选择。若是无老实讲白贼，就会受处罚，鼻仔就会变长。若伊悔改自新，就通恢复原状。当咱咧读利未记26章摇类似的概念，则咧探讨遵守上帝的戒律会有甚物款的好处利益，以及违背误逆上帝的戒律会招惹甚物款可怕的刑罚的后果。利未记26章，咱通甲伊分做4段。第一段咧讲到，毋通雕刻偶像，也毋通拜偶像，而且也着爱守安息日，这伫19到20。第二，则咧讲到着遵趁上帝的戒律，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第30到13节，上帝的祝福呢，而且包含3方面，就是第一，有个人的平安；第二，全民的欢迎；第三，有上帝的同在。伫这个内容呢，你讲到上帝的祝福，就是田园土产会当得到丰收，四境平安，因会当比对立更较强盛，而且上帝踮伫因的中间，诚做因的保护者、保护神，因也诚做上帝所庇佑的子民。第三，弃杀上帝的戒律，就会受到上帝的刑罚。上帝的刑罚呢，包含讲，因甲对立争战的中间，因会互对立打败，而且输甲
真凄惨落魄。第二就是讲，土地虽然因拍拼种植，毋过无出产。第三，野兽危害，造成因的威胁。第四，有瘟疫、有饥荒，阁有战乱。第五，因为无米通食，地到发生人食人即种会惨遭人权的代志。第六，因会受掠四散地立邦，因的土地会荒废，城变成做是趴园。第四，人做悔改就会当得到主的赦免，甲重新得到福气。这是40节到46节。利未记26章，伊的重点甲对咱的教示，头一项，你讲雕刻甲拜偶像，这是去杀上帝的陷阱。雕刻甲拜偶像是去杀上帝的陷阱。上帝伫10条诫第2条诫明明安尼讲，毋通雕刻偶像，也毋通拜偶像，因为这个会抵到得罪上帝。出埃及记有讲到着，这个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因来到伫西奈山，伫遐因铸造金牛的偶像，金牛是迄个带因出埃及的上帝。殊不知，这拄好是魔鬼撒旦的引诱、试探甲奸计，致使这以色列人陷入伫拜偶像的大罪。另外，咱也通伫士师记，伫这个士师记典，当伊拍败当时苦楚以色列人会对敌米甸人以后，既然成做因的民族英雄兼领袖，总是既然伊收集百姓所捐献的这个金也对这个对你所得到遐个战利品的金中间来打造一领金的这是圣衫，就是以弗得，甲这个当作是纪念品，也是战功碑。结果呢，后来这领衫所成做是偶像，互以色列人陷入伫拜偶像的罪甲刑罚的牢网。咱来看《士师记》第8章的27节，这样讲：既然用这个制作一个以弗得，下伫伊的本城5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拢去遐行邪淫拜伊，这是做害基甸甲伊全家的牢网。有的基督徒的家庭厝里，有看到讲像这个民间宗教，还是讲其他宗教，还是讲外国的宗教的这个神像物件。这物件有的检采是这个组团落来，有的检采是伊家己买，还是讲朋友送的，有的嘛有可能是讲伫出国中间来收集的。虽然讲这个看起来哪像水水还是讲哪像是艺术品、纪念品，或是摕来做买卖。毋过，若是对圣经的观点来看，有这物件放伫厝里，放伫身躯边，总是无适当的。因为路尾检采会亲像基甸伫伊的厝里放一领以弗得，结果路尾煞诚侪是偶像崇拜的陷阱。这个不得不谨慎，爱真小心。第二，利未记26章才咧讲，守安息日是上帝对咱上界基本信仰的要求，也是上帝祝福的基础。守安息日是上帝对咱上界基本的信仰要求，也是上帝祝福的基础。虽然信主的人嘛有看到讲，有人是散车破病、病身，咱嘛有看到讲无信主的人，有人是好业发达、过着安乐的生活的人。总是上帝祝福，并毋是干那咧看即个外表的好业善。上帝祝福是今生有平安，死后有永生远望的福乐。
进入最后所，伊伫路加福音16章18、19、31节，耶稣有讲一个去接猎杀路甲好业人的故事。这两个人后来拢死，猎杀路上到伫路旁阿比拉罕的怀抱，好业人落伫阴府伫遐伫受苦。因会当上路旁，也是落伫阴府。这个并毋是因为因的好业善，是因为好业人伊并无疼惜迄个善车的厝边。若是一无所有的猎杀路，伊会当安享来得到永生的福乐。这的确也是因为伊有遵趁上帝律例的缘故。利未记26章第20节虽然短短啊，毋过搁一摆提醒咱，守安息日是尊主做至大、至圣、至尊基本的信仰态度甲行动，这也是上帝赐福的基础甲记号。第三，顺服上帝就得到上帝的赐福，顺服上帝就得到上帝的赐福。有诶台湾教会真爱学习韩国教会定定伫强调顺服就祝福，顺服就祝福即款的价值。总是顺服的对象若是出锤军队的人，就真容易受到伤害。对圣经甲信仰的角度来看，顺服上界悬的对象是上帝，顺服上界悬的标准就是圣经。所以敬畏顺服上帝真要紧，遵趁圣经上帝话，才是得到上帝赐福的要件甲原理。伫诗篇第1篇也真简单佮明了伫讲，咱会当做伙来读吼。诗篇第1篇，无趁歹人的计谋，无行罪人的路，无坐亵渎者的位，爱无上主的律法，暝日夜读夜想伊的律法，即款人真有福气。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嘛袂打去，伊所做一切拢兴旺。歹人就毋是安尼，伊亲像粗糠，互风吹散去。所以审判时，歹人伫上帝的面前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嘛是安尼。因为义人的道路上主伫看顾，歹人只有灭亡一条路。利未记26章对咱的教示第4项咧讲到就讲，上帝审判甲刑罚是有分阶段性的。上帝审判甲刑罚是有分阶段性的。虽然人往往会因为背逆去杀上帝甲伊的戒律，来招惹上帝受气甲刑罚，总是上帝是爱人，会当认罪悔改归应伫伊。爱人会当疼惜遵趁上帝的戒律，较赢伫受上帝的管教甲刑罚。咱通看利未记26章，而且对去杀上帝戒律所受的刑罚的经文，比遵趁上帝戒律所得到的福祉，用加介长的经节来咧描述做比较。拄则咱通看出讲。上帝伊并毋是一摆就尽摒所有的受气甲刑罚，反倒当是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来做无共的刑罚的考量。这咱也通对以色列人因出来吉的时，上帝虽然有降落10个灾难伫埃及的所在，毋过上帝也毋是一摆就甲10个灾难尽摒，上帝也一摆过一摆留机会，互法老会通反悔，也因为法老的心意，才一摆煞一摆有新的灾难发生。相反，利未记26章也讲到，上帝也是一摆过一摆留机会，互以色列人有通反悔，因犹原毋听，才有下一波上帝的管教甲刑罚。上帝讲灾难
的目的，并毋是为着要毁灭，是爱咱透过上帝伊的管教，会当悔改重新来遵守上帝的戒律，也对遮通得到上帝的祝福。各位来讲，彼得后书第3章80到90，遮安尼讲：亲爱的朋友，有一项代志，请恁毋通袂记得，就是对主来看，一日若准1000年，1000年若准一日。有人想讲主言迟，伊答应要做一事，其实伊毋是伫言迟，是伫用忍忍。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无爱有人灭亡，爱逐个人拢悔改。所以，靠咱着选择顺服上帝，得到上帝的祝福。千万毋通因为背弃上帝，惹上帝受气、管教甲刑罚。咱若甲天家己有罪，受上帝管教甲刑罚的时，咱也着及时反悔，求主赦免施恩。因为伫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遮安尼讲：咱若承认咱的罪，上帝是信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净咱拢总的不义。咱做伙来祈祷。来主，你爱阮得到平安喜乐，望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总是有一个生活的条件，就是阮需要敬畏上帝，也遵循上帝你的话语。我嘛因为做缘故，也时常伫即个真简单的道理的中间，阮袂晓去实践，袂晓去把握，也比较阮往往也伫阮的愚妄入罪的中间来跋倒，也是受栽养，也是受主你的管教甲刑罚。求主你也帮助，互阮会晓谦卑，活转归向你，互阮的生命也当因为上帝你赏赐的圣神来得到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会当甲主的生命相结连，也当得遵圣神的轨迹，伫这个地面上所行所做，也是主你所欢喜。我嘛搁一摆伫咧面前，为着这个武汉肺炎来放伫祈祷。阮感谢主，也阮台湾也陆陆续续。有即个好的外国疫苗来即个伫阮的所在陆陆续续来即个注射预防。我嘛感谢主，也阮的国家的即个疫苗也慢慢就当来得到。我嘛伫主的面前也求你帮助看顾。也互即个武汉肺炎特别伫即个北部的所在，也当得到即个控制，互即个病会当做更较好的一个预防。也愿主你也看顾伫各行各业，也因为安尼来拄着即个损失。也需要做新的调整的中间，互阮也通透过安尼来培养一寡新的技能，也愿主你也看顾帮助，伫全世界的所在，也透过国际通力合作，也当互遐个好野富足的国家。当因有开力，会当来照顾伫遐个产车欠缺的国家甲遮个人民，
不管当徛去伫地球的所在，阮拢会当珍惜即种情谊，因为阮拢平平是上帝你所创造，也是上帝你所依赖原主也帮助看顾，互阮的教会伫即个疫情中间，阮的中志兄姐也拢通得到平安。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咱来领受祝祷。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衰。阿免。